启明形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形声这波。在少子化跟 AI 科技快速发展的冲击之下，技职教育呢，现在正面临的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究竟应该如何呢，来突破这个困境，开创技职教育全新的未来呢？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这一位是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创校以来第一位女校长，而且呢，她还荣获了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殊荣的李碧儿博士。我们欢迎李碧儿校长。谢谢美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校长李碧儿，很荣幸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欢迎校长哦。好，那校长呢，其实他在我们这个医护界啊，在学术界、研究界呢，真的是成就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啦齁。不敢当。那这个经历呢，刚才大家看到他的简介，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尤其是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哇，这个到底真的是怎么样得到的？让我们觉得说，哦，我们台湾的骄傲，对不对？好，那校长一开始为什么你会投入这个医护的这个领域？是不是跟大家做个分享？好。小时候呢，很小还没有确定志向。那我们家是做生意，那我爸爸可能觉得做生意比较辛苦，所以就自己帮我选了护理系就读，然后我就进入了护理系。是。那护理系小时候读的时候没有很知道他要做什么，就是跟着上课实习，对。然后慢慢长大之后觉得哇，这个行业很可以帮助别人，而且在临床很重要，因为是对病人最贴近的照顾者，所以呢，我就一路念了护理系完后，我就去医院工作了5年，在林口长庚，然后我就又去读了研究所，然后到国外去读博士班，一路上来，所以我总共读了14年的护理。哇，所以其实就是校长一开始可能决定要去读护理啊，本来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么自己的兴趣是在哪里，可是到后来你渐渐发现说，其实做护理这一行你可以帮助很多人，然后也变成是你的兴趣，对不对？应该也算是，而且对家人跟朋友你可以提供很多咨询，特别是因为我有临床经验在预学中心，那是一个很忙碌的，大家知道林口长庚医院不是，但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医学中心，你自己很年轻的时候你就要照顾病人，然后你要轮3班，然后你会体验很多生老病死，然后你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对，所以其实真的我们要向医护人员来致敬，真的是现在非常的不容易，而且真的很辛苦。好，那校长，那您在这个你刚刚讲到很多这个临床经验嘛，有没有哪些经验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呢，现在会影响到说，你可能我现在是中华医事科技大学的校长嘛，会影响到你的治校理念吗？这个问题还不错哈。其实有临床经验很好，你知道怎么照顾病人。那后来我们去念研究所，你要做研究嘛，然后你就把专长做到研究当时我研究的是未婚女性的堕胎，在那个30几年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对，那个时候还没有 RU486，所以呢，每次遇到那种未婚少女堕胎，各位知道在那个医院的场景就是18岁还不到，妈妈要来填同意书，小男朋友要来，你就常常看着妈妈追着小男生说你那里做你要求啦，然后就吵起来了。然后这些小孩子他堕胎以后，他其实会面临很多身心的问题。对，所以我就从这个部分开始做研究，觉得有临床很好。那后来也因为有很多机会，我就到国外去进修。当时大概20年前，我们台湾很需要高阶的护理人员，博士的护理人员很少，政府鼓励我们出国，那我们就出国。那之后我就深入去做研究，因为你做了研究。有临床经验，做了研究，研究是证据，又回到临床，又可以帮助更多人，所以我就走上学术这一条路。所以自从当了护理师，结婚之后，我就一路从学校的助教、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然后就因为这样的历程，很多事件影响我，然后我就慢慢从护理的学术，然后学术不错就做到行政，然后行政不错有经验就做了校长。
对，哇，所以呢，我们李校长不止这个行政的经历丰富，还有本身临床经验也很丰富，还有学术方面，还有研究方面呢，真的都是非常的棒的啦哈，所以才有办法呢担任我们中华医师科大的第一位女校长。那其实我们就是说，第一位女性哦，当这个长官，比如说我们也有女性的总统啦，哈，很多女性的县市首长，但是呢，华医哇57、8年来。第一位的女校长真的也不简单。那校长，你认为说女性当校长跟男性当校长，其实女性的一些特质是不是更容易让我们的校务推展更好？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是肯定的。其实当校长不是预期中的事，是一个意外，因为华医的老师来邀请我，然后1个、2个、3个、第4个、5个到第6个我就说好，我来试试看。那当时我选上校长，第一个时间说哇，真的我选上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但是后来我就很勇敢的走进去校长的场域，发现女生真的不一样，因为我旁边的行政团队都是男性，然后这些男性其实他们非常的优秀，他们因为我们的团队里面可以介绍一下，我们有从小就台大毕业很会读书的教务长，我们有研发长他是工研院来的，我们有现在的入服处处长他是国卫院来的，那你一个女性要领导这么多优秀的男性，而且都很厉害，很厉害，对，然后他们年龄也不一样，从40出头岁可能到将近60岁，是。然后一开始我想说，那应该要用什么方法跟他们相处？后来发现，自己的特质还不错，女性有多一点点的细致，比较细心，然后对行政绩效的要求比较彻底。好，譬如说今天觉得要来做一件改革，我不只做了，我还会推动它，我还会去追踪它的成效好不好。所以对我来讲，女性担任校长蛮好的一点是，我们的同事都说，校长你好细心哦。可能他言下之意是觉得有一点要求比较多，但是呢，在那种要求多、细心、成效好的成果，大家会慢慢觉得，女性的校长还不错。那我们另外一位也是从小读台大的主管就说，他常常说，我觉得穿裙子的比穿裤子的还厉害，也就是说，他觉得对女校长。对，好像看起来还不错，跟男性比起来，当然他们就对我有更多的期待，这样子。对，所以一般就是说，可能那间学校的传统一般都是男生对在做这个校长嘛，那突然间有个女性，大家都会期待说，我们这位女性的校长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那事实证明嘛，从去年的7月份上任至今呢，那校长的表现真的是让大家有目共睹啦，觉得说，女性校长更细心，然后更能够去推动一些政策，会更顺利啦，可能沟通协调方面也会比较有利。好，那校长，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中华医师科大每年都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护理系的这个加冠的典礼。哇，那这个典礼呢，当天我们知道校长本身就是护理系出身，所以你当天特别穿了那个护士服。对，所以我们先来看这段新闻影片。中华医术科技大学护理系6日下晡伫校内演艺厅举办115年加冠典礼。今年总共有170位学生接受加冠，在师长甲家长的见证之下，正式迈向护理专业之路。本身也是护理师出身的华医校长李品娥博士，也特别称颂护理师的制服出席典礼。今天大家看到我特别穿护士服出来，因为我自己就是护理背景，我是从小念专科，然后念博士，然后呢变成护理学教授，然后变成顶尖科学家。也就是说，护理这个行业它有很多发展。那我要特别跟各位媒体报告，我们学校的护理系在这1年来，我们做了很多改变，特别今嘛很欠人力，大家知道缺少人力，所以我们在护理学系、护理学院里面放入很多 AI 的教学，节省人力。那很特别的是，我们今年115年，我们开始招收学士后护理系45名。那学士后护理系是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学制，就是说，如果有人对护理行业有兴趣，他大学毕业，任何一种大学毕业，他都可以来接受2.5年的专业训练，然后实习1016小时，他们就考的国考，就有机会成为护理师。那这是我们大台南第一区第一个开的学士后护理系，其实是为了呼应政府的护理人力的不足，我们做的努力。加冠完成了后，现场也进行象征护理精神的传承传讲仪式，由护理系主任黄惠子自南丁格尔肖像前，雅联鞠躬，各祝伊传到每一个学生手中，场面庄严温馨。护理之路，济世救人，生生不息。主任请引光，护理人的精神照亮社会，
中华医术科技大学表示，随着高龄社会来临，医疗需求持续增加，护理人才更加重要。中华医大今年正式成立学术后护理系，希望培育更多护理专业人才，投入医疗照护行列。但是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哇，我们看到这群护理系的学生哦，真的让人觉得充满了希望哈，因为又多了这个护理生力军啦哈。那校长本身你也是护理人嘛，所以呢，当天你穿上了这个白袍，然后也跟这个学生一些勉励。那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讲，应该你有很深的感触，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说。我从小做了20年行政，当护理系主任，当护理学院的院长，我站在那里帮学生加冠有好多次。那这一次更有感触，是因为现在社会少子化、高龄化，我们确实很缺护理师。没错，如果医院没有护理师，我们去就医，我们的就医权利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今年我特别穿的护士服出来，然后学生戴上那一顶帽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哇，又有100多个学生，将近200个，他们加入护理行列。那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学生他加冠以后去实习，他可以完成他的实习，他可以考上护理师执照，他可以到临床去工作，因为我们确实很需要他们。对，那校长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那个护理师其实非常的缺，对不对？那是不是跟我们整个就是台湾，我们对医护的他们工作的职场跟他们工作职场环境跟薪资方面，你觉得说是不是还有待加强的部分？这个问题其实问得蛮好的，但是它也蛮复杂的。理论上来讲，这几年来，我们护理专业团体，还有政府，还有包含很多专业团体都帮我们站下。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加薪，好，然后有让护理师的福利更好，但是因为新生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可能跟以前我们这个世代又不太一样，他们的工作属性可能比较不愿意像护理师这样子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少子化也造就可以从事护理，或者是说我们觉得可以吃苦耐劳的小孩子比较少，但是还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愿意做这些事，所以我们在学校我们还是用很多的力量，然后透过教育，希望更多人可以进入临床工作。对，我们需要更多的护理人员，真的对。然后刚校长您在新闻当中有提到你们学校就是有这个学士后的护理系嘛，那只要读2.5年就可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再做个详细的介绍？好，这个也跟我们台南就是全国我们的听众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国家缺护理师。对，那各位可能也知道，我们很多专科都是国中毕业来读5年，或者是说高中毕业10几岁来读4年制，毕业的时候都只有19、20、21、22这么小的年龄要去当护理师，有一些年轻人是适应不良。那在美国就有这样的学制，你大学毕业，而且是医护相关，像生物科技、医技，你再念2年就2.5年就可以变成护理师。那我们台湾因应这个少子化，没有护理师，政府也特别鼓励很多学校设立这个学士后护理系。那我来到当校长之后，我其实就开了这个第一个台南的地方的护理系，学士后护理系。是。那学士后护理系刚好上个礼拜已经面试完了，其实来考试的学生非常的优秀，有台大毕业的，有中正大学毕业的，已经有好几个有硕士学位，有一些是他们参与这个急救任务，而且他们是志工，有一些是消防员。那他们看到医护现场很需要人，他们也对医护有一种憧憬。那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在长期照护机构的主管，他们原本不是护理背景，他们发现护理师的训练很优秀，很专业，所以他们就来投考护理系。所以我们今年来考的学生有40几位，然后预期我们2.5年后，我们学校会产出第一批非常精良的护理师，而且他们的年龄会比原本的毕业生，我猜会大个5岁左右。真的很不简单的。像校长这样讲的话，就很多原本是台大之类的那种顶级学校的学生，那他们后来认为说，可能想要投入这个护理的行业，还可以转业，对不对？因为很多人也许他就是原本读的科系，或者是他不喜欢，他太小还没想清楚，对，还没想清楚。然后后面他想要读护理系的时候，又不能说再回去重考，再去重做。现在有的这样的一个系真的很棒，可以帮他们圆梦然后好好的去培训那这也是我们台湾未来栽培人才非常重要的，对，非常重要。好，那校长你本身就是原本是从这个临床嘛，然后护理师然后做学术研究等等，现在变成一位要做重大决策的校长。
你这样怎么去调试自己的心情，还有你的做法，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OK，其实我做护理师，我要讲一下我的历程。我做护理师之后，我是做老师。那之前我其实是高雄医学大学借调来的老师。对，我到高一的第1年，我就做了护理部的副主任。护理部的副主任，我们有2000位护理师，所以我已经经历过那个管理很多护理师好的那个经验。不过那个经验虽然聚焦在学术，但我们要参与医院大大小小的事。那过去我在高雄医学大学，我是护理学院的院长，我做了6年。对，那这6年里面，我们叫做大学附设医院，所以附设医院的医生都会是我们的同事伙伴，所以我对这个行政管理的部分其实算是有经验。那也就是有高雄医学大学这么好的学校，那个护理学院的6年院长的经历，其实造就我有更多韧性。然后因为在一个很大的机构担任护理学院的院长也有很多是包含学术、包含行政、包含国际化，我想这样子的训练下来，还有我有医院副主任的这个经验，对我来高医治校有蛮多的帮忙。那因为我们同样是医学体系的大学，一个是很顶尖的医师大学有医院的，一个是栽培基础护理或是医师人才的这个科大，其实从那边引导过来的经验好像可以蛮有效的帮忙学校让它走得更好更稳定这样。对，所以这个校长的资历真的是没话讲了齁，所以来担任我们这个校长真的是可以做得很好哦。好，那校长请问呢，我们知道说华医一直在推动这个医事方面的嘛一些教学等等，那你觉得说华医人啊，其实他最不可被取代的特质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也问得很好，我有观察，而且呢医事大学的老师，早期进华医的老师其实都是精挑细选。那我们这一代的老师其实对学生有很多爱心，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老师非常照顾学生，特别我们早期有一些很传统的科系，护理、医师技术、实营，他们在学校很久，他们对学生的要求照顾包含专业包含生活的涵养，把学生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华医人应该说对同事来讲，老师来讲，我觉得他们是耐操，对学生很关心。那对学生来讲，他们收到满满的照顾跟祝福，所以学生毕业以后，很小的五专毕业都还常常会回来找老师。所以我觉得这是华医人很大的优势。那现在的我的行政团队里面，我觉得这些以前很优秀的主管，他们在华医20-30年，他们可以团队合作，更知道我们现在医师人员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现在的团队合作是非常好的。每一位主管的投入，如果有机会来到学校，你们会感受到我们的团队是很坚实的，很精实的。对，所以呢，身为华裔人应该都会觉得很骄傲啦齁。好，那校长，我们知道说现在整个大环境的状况，可能我们需要这个产学合作嘛，产学合作就变得很重要。那我们知道说，我有去调资料哦，校长其实在高医服务期间有得到一个产学合作优良奖的肯定，对不对？哇，所以那个时候的经验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做个分享？那未来你怎么样再继续推动我们在中华医师科大的产学合作？ OK， 好，谢谢主持人很细心在高医得到产学奖很不容易，因为高医的产学少则几十万，动辄几百万。我记得得到那个奖，好像是产学金额不少要超过多少啦。那在高医的产学是我跟医院的合作，就是也是跟台南的医院合作，然后他会委托我们做一个研究，那个研究是为了找出照顾病人最好的方法。所以我每年都跟台南的新楼医院有1到2件的产学，那堆叠起来它才变成产学优良。那目前因为我在中华医师科技大学，它是一个科技大学，事实上我们的产学也跟这些医院做得更好，其实本来就很好，但是我们可以精进的地方就是说，未来跟医院的合作可以更以 AI 为取向，或者是说以现在的精准照顾、精准医学为取向。所以我来了之后，其实我们签了很多的 MOU 跟各个大医院。好，所以各位在我们学校的网站看到我想上学期到这学期应该签了3-4家的大医院，我们就会把有产学能量的老师聚集在一起，然后跟医院共同合作，医院需要老师的研究的产出，然后应用到医院去。
那我可以讲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护理人员怎么改变哈。是，我想，因为这个在美国，这个在澳洲做的，因为这个澳洲发表的其中一个是我的指导教授之一。各位知道，我们住院的时候都会打点滴嘛，对，然后打点滴这个怕感染都会3天换一次，结果澳洲就做了一个很大的研究，就发现说，3天换一次跟脏了再换，其实脏了再换跟3天换一次，它的感染率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根本就不用3天换一次这样会节省护理人员的时间，也节省这些耗材。对，所以这就是研究用到临床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现在几乎台南的大医院都有延长。然后对，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做的研究就是务实的，那这个就是产学研究的很大的意义。这个真的很实用。一般如果说不太清楚的话，可能3天换一次，那个扎针就病人也痛，然后又浪费，而且有时候血管找不到啊，老人家血管找不到，又浪费那些耗材，没错。然后健保又钱不太多，又浪费我们的健保资源。对，所以我们做研究是增加病人的安全，然后降低医疗成本。对，真的，我们看说，小小的事情，但是你们去发现了，对，就是因为你们有临床就看到，所以你们才会想说我要去做，怎么去改变，对不对？对，哇，这个真的是主持人讲的真的是很棒。好，那校长，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刚就任的时候就有看到说这个 AI 科技呀，对于现在其实各行各业都像我们的行业也是需要 AI 科技。那在你们华医这边，你有说要打造一个 AI 的一个基地，对不对？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OK， 好，这个就是我来华医做的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把 AI 健康照护基地融入校园。好，那从去年到8月1号，我们有几个进步了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科系跨领域拿到了1600万的 AI 计划，这是第一个。举例来讲，我们有视光系哈，视光系做的就是用这个影像辨识怎么选眼镜。最简单的，再来影像辨识结合这个失智，我们可能可以发现某一些老人家他的眼底镜的变化可能跟失智有关，这个是其中一个，好厉害。然后再来是护理学院做的就是远距医疗，我们不用到现场，我们透过这个远距可以照顾那个偏乡的，可以给他卫教，可以告诉他说你怎么照顾自己，这是我们1600万的计划，我们全校真的做起来了哈。第二个，我们对我们的教职员，因为以后没有年轻人，人口老化，所以我们要节省人力成本，所以我们给我们的员工做很多 AI 的在职训练，所以我们从去年8月到现在，我们有1300人次的员工接受过 AI 的教育。好，接下来很重要的是要融入我们的课程，老师都要动起来。我们老师做2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已经融入125门的课都有 AI，我们还有给学生做成果展，还有给他们比赛，还有颁奖给他们。好，最重要的是我鼓励老师，因为我们是科技大学，老师一定要进步，所以老师爱底下教学现场这几块该本，老师用 AI 来改变现场，所以我们去年申请25件教学型的计划，有13件就是跟 AI 有关。哇，这么多好，那我们讲医学美容这一件，老师就拿来把医学美容这个部分用 AI， 然后教学教得更好。好，那最后就是我们今年最近特别让学生的比赛也融入 AI， 所以学生投件投了54件，17件是 AI。17件跟 AI 有关，学生也开始学习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全校的改变，不是只有讲 AI， 我们是落实。那希望将来我们的行政也在做所谓的智慧转型，我们有算过，你用 AI 1年可以节省6个人力，那希望未来可以用大家不用加班，节省能力的方式，打造一个很好的行政效能，然后让教学更好，老师放更多时间在教学，而不要花时间在做那些比较琐碎的事情。对，哇，所以其实 AI 科技对于说我们这个中华医师科大校务的推动啊，学生的学习也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校长上任后真的是积极的结合 AI， 把学校打造成一个 AI 基地，真的很棒。所以刚才校长也有提到一个，就是你们学校有一个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就是医美科嘛。那这个科系呢，其实他们第一届的同学呢，在今年暑假就即将要进入职场去实习。好，那学校特别为他们办了一个叫做授福仪式啦。那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医疗美容成为民众保养一个新选择，但相关人才犹原欠缺，因此中华艺术科技大学自110年成立生物医学甲美容保健科后，积极培养业界生力军。甲传统美容科系无同，学生其实都要具备医学相关知识。目前第一届华医医美系学生，即将伫咧暑假踏入职场。
学校的医学美容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科系，我们真的不是只有美容，还有结合基础医学的知识。那各位知道，人才如果只有做医美，跟有医学知识是很不一样的。医学知识其实会造就我们这些学生的知识跟技能，可以建立在服务上更安全，而且更有品质。那我们非常支持这个医美系，然后我们也会扩大招生。那重要的是学校对他们支持，不管是在设备、师资，我们会用最大的诚意，然后希望我们南台湾的学子进来读书以后，我们可以帮产业界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为了祝福这41位学生会当顺利衔接这场，华医特别举办这个具有特别象征意义的仪式，透过师长为学生北上领经，期勉大家面对未来这场，会当展现自身的专业跟责任。我们系上呢特别重视学生在基础医学跟皮肤科学方面的专业素养。对，那透过实务的技术课程，那我们呢让学生呢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拥有至少5到6张的证照。那这些证照除了非常基本的美容仪丙级证照之外，还有就是医学美容师的证照，那还有就是国际芳疗师的证照。那我想呢，也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他们有相当丰富的基础医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知识。那另外他们在技术的方面搭配我们很多的实务课程，让他们有相当纯熟，而且可以跟业界链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完整的培养的过程。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媒合的厂商很多就是医美集团的相当知名的厂商，他们都非常愿意提供带薪实习的方式给学生这个实习的机会。那我们的学生在实习的时候呢就可以有收入，而且就是他们如果在实习的过程当中表现良好的话，他们都会获得优先留用的机会。借由暑假期间的实习机会，让学生会当更顺利衔接这场发挥专业。校方也鼓励大家一定要遵守职业安全伦理，守护顾客美丽和健康。电视新闻赵伟忠采访报道。哇，所以校长，你们的这个科系不只是这种美容，因为一般的学校可能就美容科的，它就是着重于美容、化妆之类的，但是你们还就是比较着重于在这个医学方面嘛。而且刚才还有听到，就是他们愿意就是让你们的学生去实习是有薪水的，对，哇，所以招揽人才这样子不简单，可见他们很看重你们，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系很特别，就是除了美容，就像美丽的主持人讲的，我们结合皮肤的基础医学，还有我们有更多基础医学，特别是受欢迎叫做再生医学。对，再生医学它会结合到这个系里面。再生医学。那所以这个系的学生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说，很多业界希望，因为现在医美还蛮受欢迎，那他们会给他们薪水，让他们去实习，实习完他们就直接就业，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因为这个系我们跟韩国有很多交流。韩国有很多那种韩国的医美最厉害了，对，所以我们有送学生到韩国去做海外的学习跟交流。那再来是我们还有跟某一些比较大的医院，他们的医学美容中心在医学中心，他也开放到我们的学生去实习，所以我们不止在诊所，我们还有到大医院去。所以这个医学美容系未来我想它的发展是很好的。那我们今年有增加1班2季的班级，那其实招生应该也预期是还会不错，那也很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推荐你的子女啊、孙啊来就读，因为它未来算是一个美跟医学结合的行业。真的，这个行业是很多人很想要进去的。哇，那现在这个华医这个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科系真的是爱报名，不报名不菜啊。对啊，如果我年纪小一点，我要去报名。你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现在也可以去哦。好，我要抽空的话，我考虑一下。谢谢校长。好，那校长，其实我们讲到说，我们知道华医啊，在培训方面就各种的上课什么那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觉得说你要培养出学生他有那个爱心啊、耐心啊，这个可能就会比较困难。那你们是怎么样去教育你们的学生？OK， 这个我想对医事学院的医事大学的学生蛮重要的。那我们学校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各位知道专业老师是教专业，那我们还有一群人叫通识教育的老师。是，那我们学校每一个系里面都有包含一些通识教育的老师，然后在专业老师跟通识教育老师的共同的培养下，学生的视野会比较广阔，这是一个。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大量希望学生做一些跨领域的学习，然后我们也希望学生跨到其他的科系跟别人共同学习，所以他们会学到不一样的专业，看到不一样的人。再来，我们送学生到海外去交流很重要，特别我们送到海外的偏乡，让他们做这些偏乡的学习。是，那学生回来以后，其实他就有更多同理心，他会得到更多原来有人这么，有的国家的人他是这么穷，然后生病没有人照顾那我要特别在这里讲一下，我们的海外交流真的很不错。我们去年拿到教育部加上我们学校自己的钱，大概有500万是送学生实习，所以我们今年申请10组的学生非常的多，在全国从最好的大学100多家大学，我们去年排名在全国的10几名，我们的经费是很高的。对，所以那我自己也非常鼓励学生出国所以有时候学生真的没有申请到钱，然后他经费也不太够，校长也会资助他们，因为学生到海外去回来，他看到不一样的视野，他未来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最近在国际交流对我们来讲也是蛮大一个重点。对，哇，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很多学生他可能一辈子想要出国也没什么机会，你到华医可能就是会非常有机会可以出国。比较多机会。对，好，那校长，我们知道说目前可能就是长照超高龄社会，这也是一个非常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好，那你们学校的话，跟长照这方面是不是有推动哪一些的政策，或者是哪一些的课程，然后可以融入我们这个长照？OK， 好，我们学校本身就有长照系，那长照系我们是聚焦在晚上的2季，因为很多在长照做实务工作的人，他会来进修是，对，那学生收的还不错。那长照之外，我们有一个叫医务管理系，医务管理系其实它是跟数位 AI 有关系。那今年我们为了要让长照更有特色，我们就把医务管理系跟长照要把它合并起来，变成智慧长照。也就是符合现在 AI 发展的趋势。那至于会不会成功，就快要等教育部放榜，我们才会知道。所以这是我们做的事。那第二个，我们有大量的培训长期照顾服务员，因为我们知道老人化，我们家里都可能有人生病，那居家照服员的这个训练对我们来讲，我们有即测即评的市场。学校训练以后，他在我们学校就可以考照，这个也是我们实习组的研发术实习组的业务。那还有我们其实每个科系都可以跟长照有关，譬如说护理跟长照，好，那有关，所以我们也大量培训长照的老师跟护理，我们会把老师交换，让他们有不一样的经验。是，好，那今年更有一个突破，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的少子化。根本没有长照人员，我们还开了一个越南的长照专班，我们去申请的。对，我们希望越南的高中生来我们这里念2年的长照，然后我们还跟很多长照的业界签约。如果这个班有过的话，未来他们就有机会留在台湾做长期照护服务员。但他有什么不同？一般的业者可能就直接去越南、去其他国家找照服员，可是我们的照服员是经过训练的，在学校读过书的，理论上他应该有更好的水平。没错。对，所以业者就说，这样不错啊，我们如果去找长照照服员还要给中介费啊，可是跟学校来签约，可能可以培养优质的，所以大家都抢着来跟我们签约。那我们现在正在申请中，如果有通过的话，我们今年就有第1班的越南专班的长期照护服务员。好，那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很分享，我们有个叫调理保健系，它其实跟复健有关。是，那调理保健它其实跟复健，我们为了扩大它的照顾层面，我们试着要把它改成高龄照顾跟调理保健，也就是说高龄也是一个趋势，我们会想要吸引更多年轻人来读这个科系。对，所以我们的目的是高龄跟长照人才在学校里面一次把它培养越多越好，因为将来社会需要他们。真的，所以我这样子听起来在我们中华医师科大，其实培养的学生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用到的。哇，所以这个学校真的是不简单啦那校长，我们知道说你有积极在推动这个绿色校园大学社会责任，那其实这个对学生来讲，你觉得对学生来说，这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OK， 好，这个是学校，我们学校从前校长、前校长，我们做了很多，大学里面有所谓的 USR，就是大学社会责任。那学校从很小的计划扩充到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叫做永续型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它1年有1000万的经费。那我们就把3个学院，现在有15个系的学生加入里面，我们认养的社区是在台南的前3。就是台南比较偏乡的地方，是，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护理啊、语言治疗啊、视光啊、营养啊，我们到社区里面，然后我们透过一个评估量表叫 ICOP， 就是一个老人功能的评估，我们去帮助社区的老人。那因为他已经做很久，我们学生去参与，学生就会觉得哦，原来其实社会服务蛮重要，他们也知道那个偏乡的需求。好，那最近我们慢慢的，因为我们的计划明年整个做完就要退场，那我们就会让社区的人自己照顾自己，所以社区里面的志工，他们开始培训自己的志工，知道怎么照顾老人。我们也开始跟他们谈论，你们要用一些 AI 的技术，或是一些比较数位的，譬如说举一个最简单，我们的学生，我希望他教老人怎么样滑手机，至少自己住的老人很多嘛，对，我就说，你可以教他叫 Uber 啊，叫计程车啊，你教他怎么买食物啊，我们就是把这些很实际的希望，我们希望社区里面有志工，他会来学习以后，他会交给社区的老人，那我们的学生就当做这个中介来调解，然后也慢慢的去第一个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第二个协助社区发展。是其实这种是所谓的世代啊，我们就用这种学生的力量，然后社区志工的力量，让我们的社区的老人过得更健康健康后来对阿公阿嬷听我讲吼，你若较健康，你就免去看医生，你免去看医生，你就活了足快乐，你活了足快乐，咱医疗成本就会节省，对，免搞做这健保费哈，所以社区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学校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对，校长真的是不简单耶，让学生去做这一些。那其实这很多社区都有需要，像您刚才讲的，有做现在很多独居的老大人，对，那他们可能就是有时候自己在家连买个饭啊，还是要去就医什么等等，他们都非常的困难那就是教他们，那可能你也可以去协助他们。对，没错，这个真的是很棒耶。好，那校长其实我们知道说一开始就讲的少子化，现在人都不爱生，所以面临就是其实很多学校已经都关门了。哇，那我们知道说华裔其实招生状况非常的好，所以到底你们是如何在这样一片红海当中找到这个蓝海的呢？OK，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我想少子是每个大学校长最有压力的事。对啊。然后我去年来接了校长，我最担心的也就是少子不过去年我们还蛮幸运的，我们的学生去年不但没有少，还多了，我记得多了50个，比前一年。哇，还多。去年是五专的虎年，理论上会少很多。对，真的。我们还多了50个啦，所以我们的学生人数大概在6660左右，也就是它是一个中型的大学是。那至于未来招生少子化一定应该是不太能够改变。那我们的学校在前面的校长、前校长其实就有铺成一个，我们的五专学制变多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也喜欢念科技大学，为什么？因为比较实作。对啊。然后我们目前五专的学生有变多，这是一个比较不会受到那个高中生减少的影响。那第二个，我们有做了2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对社区有责任，所以我们今年申请了一个叫做30+的大学。什么叫30+呢？就是教育部鼓励以前没读过大学的人重新进来读大学。是。然后呢，以前叫做第3人生大学，今年改成叫30+的喜爱乔贵茶才会对大家来读大学。然后呢，我们学校有3个学院，我们为了第一个要有学生，第二个我们要善尽社会责任，我们就开了3个很有趣的学分学程。民生学院开的就是用 AI 吃喝玩乐，就是你的生活食衣住行，我们开了教人家怎么吃喝玩乐用 AI。哇！护理学院开的是护理照顾，你怎么照顾自己，怎么让自己更漂亮、更健康。然后另外一个医师学院做的是如何让我们学生更自信、更会打扮，然后呢还加入一些专业，所以我们今年申请到3个班，总共最多可以收70个学生。那这些没有念过大学的人，你只来注册登记2个学分，你可以用10年念完一个大学。哇！所以而且很好玩耶。这三个
班怎么那么好玩而且不会很难哦。你来，我们会给你做很多实作。对，那这些实作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说生源，第一个生源，第二个我们让很多人来完成你的大学梦。然后我们会让你不会让你一直上课，我会让你实作，让你想一些方法，然后以后把这些方案做成可以帮助社区、帮助老人的。现在为了你到我们写基础吗？对，你得让手工，这个老人的环境以后要怎么建制才不会跌倒啊？对，或是说你家可能是开小吃店的，我们就会教你说怎么把食物做得更健康，老人吞咽更容易啊！这个是我们的餐旅系有个老师。他是厨师，大厨师来学校当老师，他就知道说，那个国际标准吞咽要怎么把食物做到，老人的呛口，我们这个当喝吞够饮用，所以我们就结合很多生活的，这是第一个生源。那第二个就是学士后护理系，就是说它是另外一个，所以我们在少子化、五专，高中国中生变少的同时，我们充分发展我们的社会责任，让这些想念大学的来念大学，对，然后呢，想要有第二个护理学位的人来读，那这些学生就会取代我们原本的生源，他至少不会掉那么快，也对社会很有帮忙。对，所以校长你们真的是想得太好了，这些东西都是现代人会很想要去学的，而且压力也不会很大。对，有些人想说我之前没读过大学啊，我想去读这个大学不知道说我敢没看起，这个我看了那课程好好玩，很好玩，如何更自信，怎么化妆，怎么变美，怎么吃喝玩乐，对，很棒，都跟生活有关，对，而且就是非常的实用，所以欢迎大家来报考，我学校的网络都有我们有一个网站大家可以去参考。所以讲到这点就是其实有一些年轻人其实想看到说我们现在护理人员这么缺，那他其实会向往说我要去往医护的路走但是好就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其实这医护人员真的做辛苦对不对？我们其实到医院去也都看得到，然后他们又要轮班然后可能吃饭什么也都没办法很定时，然后服务一些那个病人，而且现在还有一些就是说病人其实很凶，病人家属也很凶，还要被人家骂，所以医护人员其实真的非常的辛苦作为少年人的想说我想投入医护，但是我又会担心我以后会不会被人家凶会不会很累所以校长你本身就是医护人员出身，你有经验没？你怎么样帮他们做一些心理建设？OK， 我想会这样想，一定是但是呢，心理的韧性蛮重要的啦。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年轻人你的个性适合的再来，我觉得比较不容易对，就是说你可能本来就蛮有耐心或是很容易同理别人，很会跟人家沟通，因为护理师要跟人家沟通嘛。是。那如果你本来不太适合，也未必你进来上课以后，说不定你的实习，我们去实习会有很多站的实习的时候，你要写作业，你还要卫生教育，你还要去跟阿公阿嬷沟通，慢慢的有的人也变有兴趣。那再来是我们的政府目前高度的重视护理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5月刚好有一个大事，就是护理师护病比入法，那它就会有合理的护病比。那我想未来年轻的护理师，你们会受到的照顾跟福利都非常的好。那我举一个例子，前几天我们高一的一个医院的副院长跟护理部主任来我们这边，想要我们的学生去。他们现在都很关心护理师呢。那个副院长，那个医生的副院长说，学妹要离职，他都会去了解说，学妹你是哪里不舒服，你有没有觉得哪里可以改善？如果可以改善，你就可以留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对护理师的照顾，比我这个时代当护理师其实是好很多所以年轻的我们年轻的学子，还有我们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其实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这个行业是还不错的，让你的孩子来试试看。如果他们真的不适合，现在学校都有很多转学转系的机制。对，所以可以先来了不适合，我们再协助你转系，去你更合适的地方，所以也可以作为一个探索这样。对啊，所以说有些人他可能很向往，可是又会担心那就非常向往的话，你就一开始校长有讲最好是说你个性本来天生就是很有爱心很有耐心的这个你就非常适合，但是你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去念念看一谈跨买，而且就是说后面转系比如说我去读护理系，后面有那个医学美容都可以，保健这个都可以转而且现在很好就是你大学1年级来读1学期寒假就可以转了，我这个时代读书是不行的对，所以其实现在教育部对这个大学生的转系其实有更多弹性，而且有的大学他大一的时候不分系他先让你尝试，
让你探索哈。所以对各位年轻人不用害怕，你看我校长可以从基层护理师做到校长，其实也没有真的很难，只要你愿意。哦，没有，校长谦虚了，要做到校长真的很难，好不好？校长真的是太杰出了，太优秀了。讲到这边，我就是刚才很想要问校长一个，就是说你是我们连续有2年被我们美国的那个就学校来评，对，史丹佛大学来评选为全球前他的顶尖科学家，这个是怎么样去评选的？这个可能观众朋友会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来跟大家讲一下。谢谢主持人，我来说明一下哈，这个不用评选，这就是说我们是教授，然后我们发表文章。我刚刚讲说，打针会不会感染？我们做很多研究，那我的研究是不是做得越务实，别人就会拿来引用？对，我把你拿来应用，或是引用你的文章，然后你的文章就有全世界的影响力。然后美国的史丹佛大学，它每年就会在资料库里面把每一个领域的这些科学家，他就会去算一个分数，然后就会帮你排名。然后呢，2% 的意思就是说你是那个排名1000个，就是排那个前2名的前2名的。那因为我自己是护理领域我有做一些跨领域的研究。那我其实在高一也有幸做一些 AI， 也有幸跟医学系的老师合作，所以我就把研究做得比较有趣、有用、实用，然后可能带比较多人引用吧，比较有影响力，所以我就变成杰出科学家。哇，所以我们校长真的谦虚的，这个你要让很多人去引用，很多东西研究出来不一定有人要引用对，没有错。那我们校长真的还要让人家引用，这个才是真的厉害的啦。所以要做实务有用的研究。对对对，哇，所以校长这个可以带领我们华医迈向更好的一个未来哦。好，那我们知道说校长你本身也是很多间学校的合聘教授嘛，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大家会想说，什么是合聘教授 ？OK，合聘教授就是可以国内合并，也可以同一个学校里面合并。我先讲华医好了。其实我最近也被华医的职安系合并，各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大型的工厂或公司里面，它有规定每多少个员工就要一个，以前叫做厂护，现在叫职业卫生护理师。那因为我是护理背景，那我们职安系它其实很多研究所都是护理的人来读，我也被合并到职安系。那这样会增加我们的亮点，因为很多护理师来读职安研究所，我就可以帮忙指导，那他们做的论文未来可能就有影响性。那被国外合并是因为我在高医护理学院担任院长的同时，我们做很多国际交流。那你的学术如果很顶尖，他觉得就像刚才为什么会被引用，他觉得你很有影响力，他就会聘你当他的合并教授，然后你就跟他一起发表文章。那你知道美国结合台湾我们一起被发表，2个国家都受益嘛。对啊，对，那所以我也是曾经是美国的合并教授，到现在都还是那另外就是印尼的部分，为什么会被印尼？这个印尼的学校有的是蛮好的它比我们台湾的大学还好，是因为我在高雄医学大学担任护理学院院长的时候，我同时也是国际博士班的主任。那我很多博士班学生是来自印尼、越南其他国家，那他们要来跟我们学习，那我的学生会跟我一起发表文章，那他们回去以后可能就变成大学里面的老师。那我们就一起合作，他聘我去是为了指导这个论文的写作，也是为了有影响力。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是在发挥影响力。所以呢，我觉得主持人给我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蛮有深度。那我也要呼吁我们年轻的小朋友，你来读护理师，你有临床经验，你可能也可以变成大学教授，未来大学教授也很缺所以你多几年护理师，你可以念硕士班、念博士班。如果你对学术很有兴趣，你也可以跟老师一样去做护理教授。你也可能对世界有影响力所以我们许一个不同的未来。所以年轻的小孩，我是还希望你们来念护理系或是念医师类，因为医师类是我们国家很基础的照顾人力。哇，所以这个李博士真的是很多人的榜样啦真的是一个楷模。所以听完之后，我们觉得说，我们读这个护理以后也可以在国际发光发热，真的。对，所以这个中华医师科大真的是很棒我觉得说，如果我真的再年轻一点，很想去读。好，那我们知道说中华医师科大是坐落在我们台南嘛，那其实说校长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这10年大家都会提出一些计划，你未来10年有没有说要让我们中华医师科大对于我们整个台南整个社区会有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连结跟贡献？ OK， 谢谢这个问题。其实我在选校长的时候
我校长任期是4年，在我的最后1年的政见就是写这个。哦，就是这个吗？因为未来的少子化，我想会存活下来的很多是医师类有执照的，是。那这些有执照的，它大量会连接到长照。那我的愿景就是说，未来如果学生慢慢少，我们当然有一些30家，有一些后户，那学生少一定是各校都一样。那我会希望将来华医成为一个华医养生叫做华医养生教育基地的小型版。这个养生基地教育示范场域好了，它用来做什么？长照的学生进来，在这里训练，然后呢，护理的学生在这里可以来做贡献。这些30家的社会人士进来，他们可以把他们各行各业的经验放到这里。就如同我刚才进来在跟贵公司的总经理谈，那个就是一个社区共生的概念。对，就是说那里会变成一个平台，那个平台我们可以提供照顾服务，对，我们可以提供训练，我们可以作为研发产能的那个基地，作为人家的楷模，我们可以引进厂商来跟我们合作，把这个合作的证据拿来再用到场域。那重点是未来大家少子都没有老人的时候，假设我刚才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天我家人需要照顾，可是我临时找不到看护，我也找不到人，我可能在这个社区共生里面，我就找得到志工，我就找得到老师，然后就来我家帮我照顾。好，那照顾可能有的人钱不够，你不用钱，我就登记你的志工时数，以后你家里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来使用这个资源。所以这很棒对，所以我的这个就是欧洲式的长照的一个概念。是，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社会处方签，其实华医的未来就是开一个社会处方签，让长照可以在华医生根变成一个教育场地、研究场地、产学场地，造福更多人，让里面的人流动，互相帮忙。好，那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说已经接近就是学生啊要选学校啦，这个时刻，那你身为华医的校长，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学生讲的啊？好，现在是招生的时候，那我想有些学生已经决定哪些学校，不过呢，最近我们的很多宣导，还有很多学校的特色譬如说我们最近导入预防失智的部分。对，好，医事学院我要讲一下这个好，对，医事学院我们很多会做检验的老师，我们会做基因检测。基因检测，对，所以我们其实有跟一些国立新加坡大学最近来到学校，我们会做一些基因检测，早期诊断出谁是高失智的风险。是。然后我们的护理学院在发展一些平台，我们想要有一些介入的方案，让大家不要身体生病，譬如说不要发炎，不要压力太大，我们就可以预防失智。然后到民生学院就有一些饮食营养的部分，然后我们把这个特色串成一串。所以各位年轻的学子，你来到学校，你就可以参与很多不一样，你的未来会不一样，因为我们会让你学习一些基本的 AI， 会让你去社区，也会让你链接最新的方法。你不只可以照顾自己，又可以照顾家人，可以把这些所谓的精准医学跟精准健康照顾的概念带回你家。所以呢，如果你很愿意来学校，那就请你跟我们学校联络，我们会跟你做详细的解释。所以中华医师科大除了有最就扎实的这个基础嘛，各方面基础以外，现在又融入了 AI，然后包括这个精准医学呀、预防医学也都融进去了，哇，设计到课程当中，这样真的非常棒。所以其实这跟未来的趋势有关。对，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咱的家长、咱的学生，如果你觉得说担心说小孩子可能他没有什么兴趣，然后也不晓得自己兴趣在哪里，可以先来报名读看看。其实现在就刚刚校长讲的这个转系很容易，而且呢，其实学校有很多科系呀，可以选择。对，你这个科系可能不适合，另外的科系我都觉得其实都蛮有趣的，而且都跟未来很有关。还有宠物美容，我们的宠物美容不是美容，还有照护，因为我们是医师类。对，我们的老师有兽医师哦。对，所以宠物照护这也是一个特色的。这个也是非常热门，因为现在少子化，大概卖谁家都养狗狗当自己的小孩。对，所以这个宠物的医学美容，尤其是医学很重要。对不对？这个部分哇，所以真的是华医的科系真的是结合了现在流行的趋势，再加入一些 AI，真的是不简单啦齁。所以校长带领之下，我们华医这个招生呢，其实可以越来越进步的。好，那校长，那最后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学生、还有家长说的？好，谢谢今天有机会让我们来这里宣导我们学校的治校理念，但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对社会有贡献。那所以呢，
最后我要说的还是希望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年轻的学子，欢迎你加入中华医事科技大学的大家庭。我想你来，你会得到不一样的，你的未来也会不一样哦。好，谢谢。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访问到我们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我真的觉得透过这个访问呢，我了解到校长很多的治校理念，还有他本身的一些特质跟他的专业，所以呢可以等到这个殊荣真的是不简单，而且也不是空穴来风，真的是非常棒的啦，真的是实际有在做的。谢谢校长，真的好开心访问到你，谢谢。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市民新闻这波底下科技团了，咱再会。